點解我哋明明好努力做嘢，年年升職加薪，但戶口啲錢好似永遠都唔夠用？特別係生咗小朋友之後，更加覺得自己好似一部停唔落嚟嘅賺錢機器，但偏偏越做越窮。大家好，我係 Candy，今日想同大家拆解一個好多高學歷、高收入家庭都會跌入嘅理財陷阱。點解你咁努力工作，但覺得越嚟越窮？好多人以為買層樓自住、買架靚車代步、買名牌手袋，呢啲就係我哋嘅資產。但其實喺財務自由嘅世界入面，呢個觀念係錯嘅。富爸爸窮爸爸嘅作者 Robert Kiyosaki 講過一句好經典嘅說話：資產就係將錢放入你個袋嘅嘢，負債就係將錢由你個袋攞走嘅嘢。舉個例，假設你係中產家庭，月入不錯，買咗間屋自住。表面上屋係資產，但其實如果你每個月供樓3萬蚊，加埋管理費、水電、裝修同維修，呢個就係負債，因為佢只係食緊你嘅錢，冇幫你生錢。相反，如果你買咗另一間屋，用嚟出租，每個月收租4萬蚊，扣除開支之後淨賺1萬，呢個就變咗資產，因為錢自動流入你袋。又或者你為咗獎勵自己升職，買架全新嘅歐洲車，每個月供車、驗疏、牌費、油錢、保養，加埋每個月要使多1萬蚊。喺現金流嘅角度，架車每個月都喺度吸走你嘅現金，而且落地第一日已經貶值，呢個就係典型嘅偽資產。但如果你用部車做兼職司機或者租俾人，每個月賺錢，呢個就轉化成資產。關鍵係要審視每樣嘢，佢係幫你生錢定係食錢？你可能會問，即係叫我咩都唔好買，日日死慳死抵？絕對唔係。為人父母，當然想俾最好嘅生活屋企人，但問題係次序。股神巴菲特講過，如果你改唔到一個就算瞓覺都可以賺錢嘅方法，你將會一直工作到死為止。中產家庭最大嘅危機就係過度依賴主動收入，即係份糧。一旦遇上經濟環境轉差、裁員或者身體出現狀況，成個家庭嘅現金流就會斷裂。所以我哋應該先集中精力去買入或者建立資產，等資產生出嚟嘅被動收入去支付我哋買車、去旅行呢啲負債同開支。理財唔係賺快錢，而係建立系統，讓錢生錢。搞清楚資產同負債就係每個家庭理財嘅第一步。減少負債，例如提早還清高息債；增加資產，例如每月扣除部分薪水去投資家庭或者教育基金。與其盲目咁努力工作去供養你嘅負債，不如停一停，審視下你現時嘅家庭資產負債表。你現時嘅投資組合係咪真係幫緊你抗通脹？小朋友未來嘅教育費用，你又準備好未？我係 Candy，你嘅家庭理財顧問。如果你對家庭理財、教育基金規劃有疑問，或者想梳理一下自己家庭嘅財務狀況，歡迎留言或者 DM 我，度身訂造一個真正屬於你家庭嘅財富增值藍圖。